大家好，我係安娜朵朵老師。由今集開始，我想同大家分享我過往工作經驗入邊嘅靈異求助個案。咁我相信大家都知道，老師我啦本身係一位元神師啦、占星師啦。咁日常生活入邊，除咗各種各樣嘅玄術玄學教學之外啦，咁亦都其實有好多客人嚟揾我去解降頭啦、驅鬼啦、捉鬼啦、解除家中困難嘅疑難雜症嘅風水啦、各種靈異事件啦。近排啦做得最多嘅就係還陰債啦、拜祖先啦咁樣，都係得到唔錯嘅解決方法。咁從呢一啲嘅個案入邊啦，我都想去跟大家分享一啲比較有趣嘅靈異事件。今集嘅故事就係關於我朋友一個二手車嘅故事。話說有一日，我有一個朋友啦，佢叫 A 先生啦，佢就 send 咗一幅相嚟，幅相就係一架好名貴嘅跑車啦，咁亦都係佢人生中嘅 dream car 啦。咁我一望嗰幅相，我就同佢講啦，我就話呢幅相入邊有靈體喎，而個靈體就坐咗喺個司機後座位，係一個年紀比較大嘅女人。我話充滿怨氣，咁我就覆返我朋友，我就問佢：你係咪一定要買呢架車啊？我話呢架車真係好抵買咩？價錢真係好好，真係非買不可。而阿 A 先生就話佢價錢係合理，唔係非買不可噶，只不過係話突然間覺得佢好有緣、好靚，亦都係佢中意嘅顏色，所以佢就問我意見好唔好。因為其實 A 先生日常生活都會問我好多意見嘅，咁我就同佢講啦，我話不如等今晚啦，阿宏翻嚟嘅時候去幫你再睇清楚一次啦，咁我再去覆你。咁喺呢度啦，我都想講下阿宏啦。阿宏係邊個呢？阿宏就係我助手。咁阿宏係天生擁有陰陽眼嘅，而喺我嘅靈異事件入邊呢，佢係幫我解決好多問題。我所有客人嘅驅邪、驅鬼、解降頭，所有嘅法事，佢都係有份幫手去做嘅。咁而佢過往都有接受過電台訪問，講過佢一啲嘅靈異事件，尤其是佢細個啦，因為佢喺天生嘅時候已經係可以同靈體溝通噶啦。所以喺細個嘅時候，有啲靈體會教佢讀書啦，其中有一個仲教佢英文添。咁大家可以聽翻佢過去嘅電台訪問，可以重溫翻。咁再講翻架車。咁阿宏夜晚翻到嚟嘅時候，我就俾咗幅相去睇。佢一睇就話個車後面有一個老婆婆，而司機位係有一個後生仔，大約30零歲。咁兩個咧都冇表情乜滯嘅，只不過係話個後座嘅老婆婆就係非常有怨氣，好惡，應該都難搞噶啦。亦都同我講，你嗌 A 先生唔好買呢架車啦，唔好搏啦，唔容易傾，佢應該唔肯離開嘅。如果以我嘅經驗，阿宏就係咁講。但係 A 先生就話我點都想睇一次，我點都想去望下架車，望下都好啊。咁跟住我就話好啦，試下啦，你約個車主出嚟啦，我哋去睇車啦，睇下傾唔傾到啦。因為其實唔係一定可以送走靈體噶。唔好諗住所有嘅靈體都願意離開佢舊有嘅物件或者住嘅地方，唔一定嘅，因為呢個係屬於佢生前嘅物品，唔代表咗佢死後嘅擁有者可以有權要佢離開嘅。所以我哋都係抱住嘗試嘅角度同態度出發去同佢傾。咁好啊，約咗車主啦。喺約咗車主睇車嗰一日，我同阿 A 先生就同個車主仔度傾偈啦，傾下車係點樣啦，摸下架車。而阿宏就開始做佢嘅工作，就係同靈體去溝通。約莫過咗半個鐘頭之後，阿宏就打咗個眼色，代表佢已經同靈體係溝通咗，就示意我哋離開。咁我哋就同個車主講，我哋翻去再考慮一下，如果 OK 嘅就再覆你。咁我哋就之後去咗一間茶餐廳坐喺度傾偈。咁阿宏就講翻車上面嘅事情。第一句佢就問我：老師，你睇唔睇到車上面嘅靈體？我話我當然睇唔到啦，我淨係感受到啫，但係我就唔會睇到嘅，因為我冇陰陽眼，我淨係睇到人嘅靈魂，但我可以感受到嗰個環境或者嗰個物件有冇朋友仔喺度。而阿宏就講翻頭先同佢哋談判係點樣。原來呢車上面嘅一男一女其實係一對母子，阿媽媽大約60零70，而仔仔就大約30零歲，年青有為。但係佢哋面個氣息係好唔一樣嘅，個態度。媽媽係充滿怨氣，而仔仔係冇表情嘅。跟住問個仔仔，仔仔就喺度講翻當日車禍發生嘅事。其實當日佢哋喺車上面因為一啲拗撬
一啲爭執，影響到仔仔分心地揸車而產生車禍嘅。咁唔關其他人事，但係在於媽媽嘅角度，佢覺得係關於其他人事，仔仔先會係揸錯車，亦都佢喺埋怨仔仔點解唔小心揸車而令到佢冇命。所以一直仔仔點解唔肯離開呢架車呢？原因就係佢好內疚，佢覺得係佢令到佢媽咪喪生。咁而媽咪就係覺得點解我咁後生就死，我冇可能。而佢哋又唔係揾替死鬼嘅，點解佢哋離開唔到？因為佢哋臨死嘅時候喺架車上面嘅，而發生車禍之後，佢哋個靈體都喺車上邊。再加上當佢死咗之後，其實無常已經係嚟接佢哋走。咁無常係咩角色呢？大家可以去理解係一個地獄使者或者係鬼差，專門接死咗嘅人去地府嘅。咁而喺我哋佛家就係叫做無常，而佢哋兩母子都錯過咗無常嚟接走佢個時間，所以就令到佢哋個怨氣同埋個靈魂繼續留喺車上邊，離開唔到。其實仔仔係好想離開，佢問我哋點樣可以幫佢離開，而媽媽係唔願意去離開嘅，因為佢生前嗰種怨念怨氣一直都留喺度，所以係比較棘手麻煩。而阿宏就話俾佢聽，你如果繼續留喺車上邊，你個記憶或者你靈魂嗰個力量都會慢慢減退，去到最後，當你唔記得咗你自己係邊個，唔記得咗自己叫咩名，你就會變咗遊魂野鬼，你就失去咗投胎嘅最佳時間。所以媽媽就當然梗係想離開啦，因為佢都好驚有一日佢係唔記得咗自己生前係叫咩名。因為如果佢唔記得生前自己叫咩名嘅話，係落唔到去地府報到。所以佢趁住而家仲記得佢生前叫咩名，發生過咩事同埋係咩身份，就要跟無常去地府報到，以最佳嘅時間去投胎。所以佢亦都話俾阿宏聽，佢哋想要啲乜嘢，同埋用咩方法離開。咁阿宏最後亦都對佢哋作出承諾，話下次會送佢哋走。而 A 先生聽完之後，原來係佢哋願意離開，咁我係咪適宜買呢架車啊？咁我當然梗係答佢可以啦。咁之後 A 先生就約個車主再睇多一次架車，而第二次睇車嘅時候，阿宏就同佢哋講話要離開啦，亦都以最佳最適合嘅方式送佢哋去離開，等佢哋可以跟無常離開去投胎。大約過咗1個月後，A 先生就終於得到佢呢一架 Gem 卡啦。當佢收咗呢架車嘅時候，第一時間當然揾我同阿宏去睇下架車仲有冇嗰對兩母子嘅靈體。咁我哋話當然冇，已經送走咗啦。因為喺嗰1個月嘅入邊，我哋都已經為呢兩母子做咗法事，送佢哋離開。咁架車當然就係唔會再有其他嘢啦。咁而我哋亦都幫 A 先生喺呢架新車上邊做一個灑淨嘅儀式，咁樣就係完全安全冇事噶啦。咁而佢亦都好開心擁有呢一架 Gem 卡啦。而 A 先生往後都享受咗幾年 Gem 卡嘅樂趣嘅。中間我都有問佢，我話你呢架車揸成點啊？而 A 先生都揸咗呢架 Gem 卡一段時間先再賣翻出去嘅。而喺過往嗰幾年入邊， A 先生揸住呢一架車呢，佢有講過話個運程係對佢特別好嘅。咁呢個關唔關我哋事，亦都關唔關嗰兩母子事呢，就不得而知啦。但係佢話佢揸嗰幾年入邊啦，佢個人生事業啊或者各樣嘅運程都係好嘅。今日嘅靈異故事就分享到呢一度啦，而下星期會有更加精彩嘅靈異求助故事分享俾大家聽，大家可以密切留意老師嘅頻道啦，同埋記得訂閱我嘅 YouTube channel 啦，同埋撳個 like， 記得一定要撳個鐘仔。今日就到呢度，拜拜。